这么丑的荷包哪儿捡的？这是你口口声声称作女神的人亲手做的。哦，丑是丑了点儿，但丑的有特点，有风格，简直独一无二，仅此一家。九弟，你该同朕喝上一杯。皇上恕罪，今日是小皇子的筵席，理应向皇上请一杯酒，实在是小弟的不周到。九弟，是三哥对你不周。皇上何出此言？三哥一直忙于朝政，把九弟的婚事都抛在脑后。听闻有几个藩邦公主，不仅貌美如花，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朕找机会介绍给九弟如何？回皇上，婚姻之事确是大事，还请皇上容九弟思索几日。朕是开玩笑的。皇兄，九弟先干为敬。怎么我去了一趟厕所，这里就充满了一股火药味儿？这是战争一触即发呀！绿丽，你看出什么情况来了？绿丽，绿丽还在凉亭里睡觉呢。娘娘，什么情况？奴婢，赵王，奴婢，怎么了？奴婢把赵王给打了。尼玛，赵王再没权没势，好歹也是个王爷啊！他是齐胜的哥哥，王祖母的亲孙儿。哎呦，奴婢在亭子里醒来的时候，突然看到眼前站着一个男人，吓了一跳，就……宝贝儿啊，以后咱打人不打脸啊，打屁屁好不好？娘娘，男女授受不亲。这回别人问起来可怎么说呀？哎呦，不过赵王呢？出去这么长时间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啊，也许是喝多了，在哪儿睡着了吧？李公公，去看看，别在外面睡着了。要是真睡着了，就把他扶回府里，别染了风寒。是。来来来来，哎，去哪儿？哎，皇上驾到！皇上，Oh my god！ 你今天喝了多少酒啊？这么晚了，你来我这儿，该不会是要看浩儿翻身的吧？朕是来找你的。这样的荷包，你到底做了多少个？天哪！他不会是发现我送给九王的荷包了吧？
这样的荷包，我一共做了2个，一个给了你，另外一个，另一个是谁？也姓秦。是浩儿啊，不然你以为是谁啊？荷包这种东西，怎么能随便送人呢？皇上，后宫的娘娘们看到了我给浩儿绣的荷包，都可喜欢了，这都成了宫中的爆款了。朕问你，今晚你为何那么晚才回延禧？你在外面遇见谁了？皇上，赵王是奴婢打的，奴婢以为赵王要轻薄奴婢，所以才跟娘娘没有关系。你还见了赵王？我和赵王是偶遇的，赵王太可怜了，我就安慰了几句，还不是因为姜氏的事。强公公，快让我见娘娘！娘娘，皇上派了奴才和另外2个人来，要杖杀绿篱。我就觉得今天这事儿没完，一直提心吊胆的。皇上回到大明宫，就把茶碗瓷瓶全都摔了，像是还不解气，就突然要下令杖杀绿篱。娘娘，您千万要救救绿篱，奴才没有能耐，除了报个信儿，什么也做不了。要是绿篱没了，奴才也活不了了。别慌，都别慌，让我好好想想。娘娘，这本就是奴婢惹的祸，奴婢自该去领罪。娘娘再也不可为奴婢和皇上起争执。只是以后没有奴婢在您身边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不再倔强，不再自苦，不再……停！强公公，如果我能保住绿篱，你可否愿意帮我？娘娘，您说，一会儿你一定要好茶好水的招待好那2个人，把他们死死的扣在我宫中。如果问起来，就说我还在睡觉，一切都要等我睡醒之后再说。娘娘放心，这点抹杀人的本事，奴才还是有的。绿篱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跟我出宫。娘娘，你不是要带着我私奔吧？你想得美！赶紧跟我走，这事儿不光是为了你，也为了我自己。